乡亲啊，讲今年的过年会寒甲真有感觉哦。气象署讲，这个礼拜26号气温开始来落降，27号拜一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位，纬度甲正月初一上寒，中部以北只有10度，甚至会来到寒流的顶级。水气若有够，小年夜开始，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拢有机会落雪。讲合欢山，昨暝6点就开始落美雪，一直落到今仔日的早起，这个积雪高度超过3.5公分，将做白色的世界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上雪楼冰冻3.5公分，所可能用1暝时间。合欢山顶零下0.2度的天气，昨暝暗时6点就开始落冰沙啊。积雪也来到3.5公分，都要出动4车来清除积雪。雪落个这高，也代表这个过年会真寒，大家都爱穿好少。因为27号小年夜开始，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来行村，至9暝甲初一上寒。特别留意的是这一波的一个冷空气，我们目前预估会有达到寒流的一个等级，在最低温的时间大概是落在一个是除夕清晨，还有一个是年初一清晨这段时间哦，是在中部以北以及像是宜兰、花莲地区可能会有局部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发生哦。初一白天之后，气温开始就会有逐渐回升的一个趋势哦。那主要是寒流开始减弱，年初4的时候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影响。上古野新过县村可能寒流来行村。至9暝，风头边北部甲东部会落雨，严格初一全台湾各地全大冷。对于27号小年夜，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像合欢山、雪山甲玉山等等，有可能会搁再落雪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